嚟到香港玩唔識廣東話唔緊要，不過如果行過路過睇唔明佢哋嘅廣告講啲乜，咁就少咗好多樂趣咯。我訴求就係想返工。行多幾級樓梯就冇力，佢點知㗎？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俾佢吸引，唔係因為我哋唔得啊嚇，而係因為佢哋夠抵死、夠肉緊，同埋有聲添啊！呢啲廣東話廣告隨處可見，連過江龍嚟到都講埋一份啊！你估下呢句睡得香喺香港嘅版本係點講啊？嗱，3秒鐘俾你諗下，3、2、1。我以為返去瞓添。食字係香港廣告最經典嘅技法之一。所謂食字，即係普通話所講嘅諧音梗，即借助同音或者近音字，製造一語相關甚至多重解讀嘅效果。AI 係你嘅對手定係你對手？黐線，有邊個同我爭？你啲對手好強啊！全部都唔係我對手，我對手喺呢度。喺廣東話入邊，對手仲有雙手咁嘅意思。呢句廣告帶出喺創科時代學習 AI 嘅重要性。又譬如呢個癲價，食嘅係癲價嘅音，因為成家人都係癲嘅。價係廣東話入邊嘅語氣詞，相當於普通話嘅什麼什麼的，有強調嘅意思。呢個廣告好生動咁傳達出瘋狂低價嘅促銷力度，又帶出有冇搞錯離晒大嫂嘅驚嘆語氣啊！好抵㗎，100蚊3件啊！既然買嘢要格價，百佳嘅平通街同惠康嘅抵啊惠，你又會撐邊個呢？嗱，除咗食字之外，押韻喺香港嘅廣告入邊都係好常見嘅。嗱，譬如送得快多嘢嗌，押嘅係挨韻；健康啲問隻醫，押嘅係醫韻。使1蚊賺1分，押嘅係恩韻；你精我都精，飲杯竹葉青，押嘅係 N 韻。嗱，廣東話韻路非常之豐富，咁所以用字咧可謂變化多端啊！喂，兄弟，你就啱使啦！難為李俊才俾老婆幾乎扭甩咗個耳仔，佢呢趟偷雞唔到隻屎渣米，呢個大好嘅婚禮搞到成堆山嚟，我而家見到心翳。好似呢段粵語長片咁，伊秋水一段話就押咗8個唔同字嘅韻，好似唱歌咁啊！如果廣告都押韻，就起到易記易傳嘅效果啦。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擁有。鑽石恒久遠，一顆永流傳。人頭馬一開，好事自然來。有啲廣告咧，竟然記錄低咗香港人懶音現象喎。例如好似不分啦，真價變增價，很有益變很有益。死人林文龍咧，仲要笑我啲廣東話啊嘛。咁嗰陣時啲懶音係特別多嘅，而且聽唔到自己有懶音。咁佢個名叫姚力恒，我成部戲就叫佢阿力恒啊，阿力恒。嗱，唔單止商業廣告，連政府喺公共事務宣傳上邊都廣泛使用粵文，以增強親切感同埋傳播效率啦。依托米子食咗變喪屍，死咗冇人知。清潔香港，人人都得。對付熱鼠怪，幾招搞掂晒。拎一撳錯，招來橫禍；撳拎中招，防塵減塵我有計。健康第一沙塵仔，真係有隻沙塵仔嘅。其實講咁多，呢啲廣告承載嘅唔單止係銷售信息嘅，而係一座城市對自身語言嘅自覺同埋自信。希望你哋都依然擁有呢份講廣東話嘅自信，咁佢呢就唔會消失嘅啦。